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初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寇兴竹。先开始，咱来看咱政府公布新的护照的外批多样，为着要让外国人会当清楚判断台湾，所以护照外口台湾英文字有放大。那 Republic of China 这 ROC 是变色，还是明年正月会发行？立法院顶一日通过护照正名的决议。 建请行政部门提悬护照顶悬台湾的辨识度。行政院甲外交部初日早起召开记者会宣布，新版的护照封面重点是以变动上色，凸显台湾英文国名的方式来呈现，所以甲英语字的台湾放大，也拿英文国名 Republic of China 是甲字体缩小，改用写国徽的方式来呈现，甲 China 的元素降到上低。为了避免我国护照持用者被误认为来自中国。 影响我国人旅外权益以及便利性，我们是以现行版本的元素为架构，来凸显台湾提升及强化辨识度。吴钊燮强调讲，这项改变是避免国际误会。不过，国民党团批评讲，英文国名 Republic of China 缩写到强要无看，认为民进党是搁一改用意识形态，凸显执政的态度。打压 Republic of China 来换取他自己的政治利益，我是觉得，其实民进党这样子的作为倒是不是那么必要。民进党团甲时代力量党团拢肯定新版的护照放大台湾的字，不过时代力量党团指出，无法度接受护照顶悬保留甲国民党党徽真相像的国徽，后一个会期会提案修法，甲国徽改做更较有台湾意象的图。也许没有一次到位。 也许不能满足每一个人心中理想的设计，但是清楚辨识人民来自于台湾这一点是有做到的。新版的护照按算伫明年1月份发行，而且以无增加预算的方式来印。领事事务局讲，目前护照伫有效的期限内要是会当使用，若是民众想要提早换发，嘛是会用哩。不过换发的规费同款是青衫。 也若华航的飞行机顶悬插的图，或者是外观美是使用的计数，敢要比较办理。行政院表示，目前还搁伫咧持续研究沟通当中。记者综合报道。1948年头一本护照出来，甲呾已经调整过10多届啊。2003年，前总统陈水扁伫咧执政的时，是甲护照的外批新增加台湾的英文字。那2008年，前总统马英九伫咧执政的时，是甲护照加晶片，即个甲台湾的字放大。有学者是认为讲，安尼伫国际上嘛较好，互外国人知影台湾甲中国是无共款的。 为了清楚分别咱国护照甲中国护照，政府初日公布新版护照封面，凸显台湾这两字。ROC 英文缩小写着国旗。即阵咱国护照应通行112个边签证，全球护照好用指数排名32名。2015年，保护民间团体家己印台湾国大纸搭伫护照顶面，也引起袂少争议。世界上不是所有国家都了解两岸关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就比较不太会故意把。 ROC 缩小，那么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那么可以分辨得出来，我们不是从大陆出来的。学者指出，咱国护照方面争议30年，无讲执政党有各自处理方式。对1948年到即阵，咱国护照已经改版18摆。1948年头一本护照只有中华民国护照6个字，1966年加入普通护照甲英文字，1969年护照下面开通出现护照号码，1977年方面改回中华民国护照特色，1989年护照下面窗口改拍空，1995年国名放伫顶面，国旗伫中央，国名伫顶头。2003年伫方面加入台湾，2008年增加晶片护照功能，页数增加到52页。我说不同的人执政啊，对于中华民国跟台湾这样的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和看法嘛。我们实用来讲的话，其实都差不多。谁执政嘛，谁做主嘛。前外交部长陈建仁认为，现行护照已经有台湾字样，早已经解决台湾甲中国护照分不清楚问题。也讲护照多摆变革，开设无同时期的执政党为各自的政治意识形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的国防部发表2020年中国军力报告，估计讲中国应该有200多粒核弹头，而且未来10档数量会阁加几若倍，台海军力会失去平衡，而且会愈来愈严重。不过中国是不会讲美国在黑白讲，美国讲的拢唔是事实。中国北京大学南海战略态势监视计划最后报道，美军的机舰出现在台海的消息，不过消息拢无经过查证，定定引发外界质疑。
国防部副部长张达平2号批评中国帝国发布各种假消息，像7月27发布美军一台 RC-135W 电侦机飞过咱恒春半岛，8月30是讲美军的 EP-31电侦机敢若是直接自台湾起飞。31更加讲美军的 RC-135W 电侦机飞过台湾本岛。9月初1，美南敢若是第一遍建立偏水道，拢是假信息。借由网络传播、社群转发速度快的特性，影响台湾民众的认知，进行发布的密度有变本加厉的情形，确实让人家感到居心叵测。张达平指控中共透过推特平台放假信息，想要制造两岸人民的冲突。国防部强烈谴责这种恶质的做法，呼吁中共唔通成做麻烦制造者。另外，美国国防部发布2020年中国军力报告指出，共军可能采取海空封锁、有限军力或者是强制选项、空中或者是飞弹攻击、入侵台湾4项行动路线。未来10年内，中国会将现有的200多粒核弹头数量并倍，台海军力实行会继续扩大。中国外交部出面反驳。美国国防部的这个报告呢，同以往的类似的报告呢都是一样，罔顾事实，充满了偏见，对中国的国防建设妄加评论，蓄意的歪曲中方的战略意图，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针对他的所有动态能够掌握，所以说我们也已经完成了各项的一个计划。但是我必须说明，所有的作战它都是动态，那所以说呢，我们会不断的依照它的敌情来做一个滚动式的一个修正。美国重新基于台湾关系法甲6项保证，继续对台军售，确保台湾自我防御能力。不过，中国国防部批评美国方面的报告，抹黑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国防开支、核政策等等，挑动两岸对立，加重台海情势紧张。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恒春基督教病院因为医生的骹手无够，只有一个妇产科医生陈明珠。不过陈医师最近破病啊，爱去洗药纸。伊即马是哪洗药纸哪上班，趁无去洗药纸的时来看诊。病院即马是希望有妇产科医生愿意去恒春食头路来减轻陈医师的负担。来看自由时报。台东县社会处有一个查某的稽查员，顶个月去托婴中心检查的时，碰到讲伊的体温已经是38°C，看起来就发烧啊。不过伊偏偏硬要入去检查，后来嘛传出托婴中心内底有囡仔发烧。台东县的社会处坦白讲有疏失，会送去讨论要安怎处罚。来看《苹果日报》。国军家己研发分霸战车自动灭火系统，所传出有乌色的备案。少将朱建群只是3个士官兵，家己做卡手，诈领3000万的奖金，伊家己嘛分着62万。新北地检署依照贪污罪，即马起诉4个军官。来看总统蔡英文昨昏，阁针对开放美国猪肉、美国牛肉进口这个问题做说明。强调讲，安尼个决定是看重经济利益，嘛下咱国家总体战略的目标，并无讲换啥物物件的问题。不过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是讲，因无排除要加上街头抗议，甚至发起食品安全的公道。总统蔡英文2日宣布放令进口美国猪肉甲牛肉，引起社会议论。面对质疑，蔡英文伫民进党中常会进前，搁一概对政府开放的态度来说明，强调讲是因为国际标准、采取科学证据做的决定。针对感受到美国交换利益，伊讲并无这件代志。我知道现在流行这个交换说了哈，那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说，事实上没有所谓的交换说了哈。那我们所做的这个决定是基于经济的利益，符合未来我们总体的战略的目标啊。蔡总统表示，这是为着国家整体的经济利益，甲未来总体战略做出长远正确的决定。若美国这个时阵嘛提出台美经贸高阶的对话，会由美国国务卿主要管理经济成长、能源甲环境的次卿克拉奇来主持。目前世界双方正在研究当中，不过根据了解，克拉奇有可能会亲身访问台湾。台美双方的合作啊，能够巩固。那对国际社会也带来真正的进展，那也能够把台湾的经济带到另外一个层次。若是克拉奇亲身带团来台湾，就会是伫美国卫生部部长阿扎尔了后，同一年有第2个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台湾。
嘛是国务院目前访问台湾相关的战绩，显示美台经贸关系会有更较大的进展。不过，针对这届开放进口美国猪肉甲牛肉，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对政府无事先沟通说明表达不满，无排除会去街路抗议，卖发起全民食安公投。以9月6日全国党代表大会作为公投联署的起点，结合理念一致的公民团体，以具体的行动反对民进党粗暴的决策。江启臣指出，民进党讲时空环境无共款，不过伊认为讲时空环境是共款的，敢若有换职务、换身份，所以想的嘛无共款。正常讲要争取签订自由贸易的协定，实际上并无看到谈判的进展。至于讲伊是牺牲全民的健康去换着什么物件？要若在野党绝对会强烈监督，捍卫全民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消费者分得出来肉品的产地，台南市甲高雄市拢讲，因要家己推出国产猪肉的标章。严格国民党即马是质疑讲，若是做肉干，也是做水饺，这猪肉的加工品，敢有法度就分得出来？黄色衣裤内底有一只粉红色的猪仔，表示讲是国产猪肉这挂字。伫咧台南市推出国产标章了后，高雄市嘛要设肉品标示，互消费者会当眼一个就知影讲家己买的是美国猪肉，也是国产猪肉。我们高雄市政府自制的一个国产猪肉的一个标识图卡，那要提供给业者，然后让民众更容易清楚的辨识。猪肉部分它有一个系统要建制，我们会从上游到我们的零售商的部分，就会整个去做相关的一个来源的一个溯源的把关。卫生局补充强调讲，未来除了会标示来可多巴胺的安全量，卖建立肉品监测系统，照追踪来源的分布进行相关的采检，替民众的食安把关。那这个通通都没有告诉大家。甲林野酒精管区真有信心比起来，国民党是质疑，像讲猪肉干、猪肉水饺、烟肠、肉肠等等的加工制品，民众若要发现是真恶，产地标示甲比例嘛有可能会出问题，而且刻查技术也佫有刻查人力敢是有够，嘛是一个大问题。从一个有问题的肉品的源头你不管理，你不阻止让它进来，你开放让它进来之后，那整个就是化整为零，散出去到我们的市场了。不大会担心的，因为既然，因为我们在国外也是啊，他们也是这样吃啊。路边摊会比较没有办法标示，会不会担心这方面？会，所以我没有在那个路边摊那边买。国民党嘛质疑，政策无配套，就雄雄公公开始，好参照是先下字，再来画纸笔。互台湾的食安增加风险，未来要安怎标示，互民众都会当清楚分辨肉品的来源，各界拢伫咧看。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西南风影响，各地天气拢无介稳定。咱来看上新的云图。伫西太平洋即马有2个风台，一个是梅沙，一个是海神，拢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严格今仔日甲明仔载，咱台湾受低压的影响，伫西半部、东北部、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拢有局部地震阵雨，也是雷公雨。气象局已经有针对桃园也有新竹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其他所在是侪云，过到了后有西北雨。伫温度的方面，因为今仔日云较高落雨，所以无昨昏遐尔烧热。各地高温大约是32度到34度。北台湾因为有较弱的东北风吹过来，所以温度降较济。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新增加一个对境外之外的武汉肺炎确定病例，是来咱台湾食头路的印尼军官。8月中的时来到台湾，有经过14天的居家检疫，拢是好势，结果要出海进前，军头家要求军官拢爱家己开钱去做体检，转验出阳性的，目前等待治疗。国内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病例，第489例是一个40多岁印尼籍的军员，8月16日经台湾居家检疫，原本定伫14天检疫结束了后，9月初2上船做工课，这个军员无症状，毋过登去做工课进前，公司自费采检所验出阳性。他相关的接触者，我们掌握35人，分别为专车的驾驶2人，同车的接触者33人，皆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指挥中心嘛证实，最近分别接到越南甲日本官方透过国际卫生单位通知台湾，有对台湾出境的确诊病例。其中越南个案是越南籍的30多岁女性移工，8月初7日经越南，伫咧8月2日第3届采检验出阳性，因为离开台湾的时间已经超过14天，判断伫咧台湾感染的几率无悬。若是日本通报个案，是台湾籍50多岁查甫人，今年3月份返来台湾，8月31日甲朋友做伙去日本，落尾伫咧边界去用采检验出阳性。
日方告诉我们他的一些个资，然后我们还要再去了解他的一些接触者哦，所以目前的确是只有一位，但是并表示说我们未来就只有这一位。指挥中心监测国际疫情，缅甸自从8月中以来疫情清关，出现真侪个无接触史的个案。研判社区已经有稳定的传播，所以甲缅甸对地区商务人士已经申请减低居家检疫的低风险国家，调整做中低风险，甲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同款。啊，若是附近日本甲韩国疫情无稳定，指挥中心会继续观察，暂时袂列入去中低风险，还有低感染风险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今麦也在增加。今麦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600万例，死亡人数8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加一例，目前是489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4800多例，日本超过69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629万例，巴西有399万例，印度是376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47万例，英国超过34万例，伫法国超过33万例。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也未收煞。上新的消息是，好莱坞的查甫明星巨石强森，也有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丹尼、巴西的卡球星内马尔拢传出去防卫着。世界卫生组织即马是建议讲，对重症的患者要用美国仙丹类固醇来治疗。有一项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研究，最近发表证实，配这类固醇会让武汉肺炎重症患者死亡率降低20%。世界卫生组织也更新治疗建议。So today we are publishing our living guidance on corticosteroids for COVID-19, and we have two simple recommendations. One is we have a strong recommendation to use corticosteroids in patients who are severely ill, so very sick, severe illness or critical illness. 这项研究收集12个国家超过1700位患者，发现使用3种类固醇会让有效提高患者存活率。无论年纪、性别，只要是重症患者，使用配置类固醇拢有效。全世界疫情方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已经有2585万例病例，85万8000多人死亡。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的幕僚崔利表示，今年83岁前总理确诊感染，即马伫厝内自主隔离。另外，法国卡球豪门巴黎圣日耳曼发布消息，讲有3位球员确诊。欧美媒体报道，其中一位就是巴西球星内马尔。疫情有较稳定的中国，最早开始恢复8个国家9个航班会当直航北京，其中柬埔寨金边飞北京，会是第一个航班，唔免先飞到周边做第一个景点的其他城市，对旅客进行检疫，合格人才能继续坐飞机飞北京。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进前伫机场的时不明原因昏迷，那亲像是中毒。伊即马伫咧德国的病院治疗。昨昏德国的病院是证实讲，伊是中毒无毋对。即马德国的总理梅克尔是形容讲，这就是一件谋杀案，表示俄罗斯应该出面说明。Они нас побеждали всегда, 20 лет подряд. И даже если они проигрывали, то с помощью обмана и махинаций все равно одерживали верх. 这是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被攻击进前所翕的调查影片，公布政府的弊端，伊希望13举办地方选举的西伯利亚地区票投予反对派。8月20日，纳瓦尼伫咧西伯利亚机场的咖啡厅啉茶了无爽快，2天后送去德国治疗。经过1礼拜外的治疗，德国伫咧找你确认纳瓦尼是受到神经毒剂攻击。Hierbei, und das ist das Ergebnis, wurde der zweifelsfreie Nachweis eines chemischen Nervenkampfstoffes der Novichok-Gruppe erbracht. 柏林夏利特病院委托德国军病院实验室检测发现，纳瓦尼中毒的原因就是苏联时期研发的化学武器诺维乔克。这也是2018年俄国特务伫咧英国攻击前上面间谍斯克里帕尔贝亚囝的神经毒剂。德国总理梅克尔要求普丁政府说明这件谋杀事件。Es sind bestürzende Informationen über den versuchten Giftmord an einem der führenden Oppositionellen Russlands. Wir erwarten, dass die russische Regierung sich zu diesem Vorgang erklärt. Es stellen sich jetzt sehr schwerwiegende Fragen, die nur die russische Regierung beantworten kann und beantworten muss.
德国家结果通知欧盟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未来可能会对我国采取行动。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是批评德国无愿意甲俄国的执法人员共享资讯，讲德国欠缺科学证据，也搁将纳瓦尼案件政治化。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府伫9月7日开学进前，第前4天要求各中各小内底课本本地写的蒙古文拢爱改作中文，引起当地家长的反弹嘛，发起连署，已经有万外人上街头抗议。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外交部大门头前，8月30日有10几位示威者拿着特写的传统蒙古文抗议标牌，表达对内蒙古族人反对中文汉语教学的支持。抗议标语写着：反对中国的压迫政策，莫放弃咱的领土，阮支持内蒙兄弟保护家己的文化。Тэр олон одоо түмэн хүн донд цөөхөн байгаа тэр бидний ахын дүүс өнөөдөр яаж мундаг тэмцэж байна. Тэднийг одоо бид нар үнэхээр одоо хайрлж дэмжихээс өөр аргагүй. Магадгүй тэр хүмүүс маань аюул толгорохыг гэхээс үнэхээр хайж байна. Гэхдээ тэгүүлэхүн төлөө одоо ахын дүүс чинь энд байгаа шүү гэж хэлмээр байна. 以前拢正少发生街头暴动嘅内蒙古，这几天真无平静，有几个城市上千上万的家长甲学生，伫咧大批公安的主动下，伫咧街头进行示威，也有真侪民众以签名连署的方式表达因对新课程的不满。 Босоо Монгол үчиг өөрөө нэгдсэн үндэсний байгууллагад орсон биш байхгүй. Монгол туурахтна гэж орсон байдаг. Тэгэхээр энэ утгаараач тэр өвөр монголчууд бол цаашдаа бас одоо энэ юуны дархлаа. Ер нь Монгол угсаатны дархлаагаа бас сургаанц хамгаалж үзэж байгаа учраас энэ талаараа олон улсын давцанд гаргаж олон улсад цаашдаа бас энэ байр суурь эзлээсэй гэж хүсэж байна. 中国当局警告内蒙古人，莫透过社群媒体发声，传到微博、推特的反汉语教学活动的相关影片。 也拢全部拢被刷掉。内蒙的奈曼齐一间学校的职员，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学校一学期一般拢有1000多名学生，即马只敢若40名学生来注册，实际入学的只敢若10个人。学校已经派老师去家庭访问，说服家长甲囡仔送去学校上课。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回来看世界。治过武汉肺炎的患者无偌久，佫去会到这款病例，即马伫全世界陆续出现。严格有德国的病毒专家是表示讲，中国感染的病人，就算第2摆佫去会到，病情嘛袂介严重。因为中国对美国派驻伫中国的外交官有真侪刁难，美国的国务院昨昏时发出声明，宣布几项针对中国派驻伫美国的外交官员伫美国的限制，要甲卡转去。 日本的官方长官关义伟正式宣布要参选自民党的总裁，等于嘛会使讲伊是稳调的，嘛可能会是后一个日本的首相。关义伟是表示讲，伊会尽全力好好做，继续推动安倍政策。 镜头转来过来关心，最近有媒体在风声讲，农委会想要修改法规，互咱台湾猪嘛会使用3肉精。不过农委会主委但集中毋若8岁，昨昏伫农委会遐个公布讲，禁止咱国内使用3肉精。嘛强调讲，这3冬以来，咱台湾猪肉拢无验到3肉精。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搁在上广播节目澄清，指出媒体甲网络上流传农委会8月28有告，讲要互莱克多巴胺在国内解除禁令是不实信息，并且表示若影响市场特殊，上当罚30万。不过，才过3点钟就赶紧开记者会宣布修改有告文字，明确解说禁止国内制造调剂、输出入甲贩卖，国外使用无伫规范的范围内。 在这2、3天，在许多的网络，在许多的媒体里面，那不断的在诱导甚至误导国内说要使用莱克多巴胺，我想这个是非常要不得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陈吉仲讲，修改文字被影响，新修正条文在9月7日公告，也提出数字指出，3年来检验超过17000件的猪肉，内这100%零检出。另外，对着100亿的市地产业基金免转运用分配，详细情形爱等下礼拜说明。不过，媒体质疑100亿的基金动用无经过立法院审查，是不是有违法的问题呢？ 所有的这个100亿基金的部分，不是今年就直接拿100亿，那就把100亿花掉。未来如果我们的
基金里面透过农损来补足这个100亿，有超过一定金额的，也都要送立法院来备查，甚至来送立法院审查。农委会初步规划100亿基金有加补助冷链，也是减少水污染这相关议题，讲是要提升产业竞争力。不过媒体质疑部分补贴的项目是饲地的人本身应该家己投入的成本，政府予伊补贴是不是对缴税人无公平？对此，陈主委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太平洋的岛国所罗门，去年9月份甲咱台湾断交，去甲中国建交。也毋过伫所罗门上大省份马来塔省对此是真不满。因的省长昨发出声明，表示讲因这个月要办做独立的公投，因想要独立。咱外交部是表示讲这是别人岛、别人国家的代志，所以但政府无评论。我国政府基于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原则，我们对此没有评论。台湾政府尊重民主法治，因此我们也期盼所罗门群岛的政府能够跟马来塔省的省政府能够尊重所罗门群岛的民意，并且依据民主合法的程序来做出决策。根据外电的报道，去年所罗门甲咱断交去甲中国建交的时，马来塔省的居民就真不满，表达过讲，因为中国会打压基督教徒，而且中国不是民主的国家，所以因无爱。因为这个省的人口占所罗门人口的1/4，这么多，长期以来拢有想要独立，嘛甲美国的关系较好，种种原因，互因拢对中央即嘛真不满，所以决定讲伫这个月要举办独立公投。各位部长阁下。来关心捷克参议院议长带团来咱台湾访问，昨早起因是去江建院新竹的总部做交流，那下晡的时是去拜会咱行政院长苏贞昌。苏贞昌俄罗韦德奇的演说讲真使人感动，那韦德奇嘛阁一摆强调讲，两国的共同点的价值就是自由甲民主。行政院长苏贞昌初日下晡接见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参访团，上个礼拜是充满桃花源意象的台湾造型的茶雕，和韦德奇是一直看。我们两个国家虽然距离遥远，但因为我们共同对于民主自由的坚持，今天让我们坐在一起。苏贞昌也讲到，家己10几年前北角富林到波拉格的查理大桥旅游观爱情所，伫台北县长任内也挑工在渔人码头起情人桥。伫韦德奇是回应，即摆访问台湾，就是希望能建立捷克甲台湾的桥梁。Spolupracovat ve všech možných oblastech hospodářství, vědy, výzkumu, inovací můžeme rovnocenně a vzájemně výhodně, pokud tady bude svoboda a demokracie. A to si myslím, že je věc, která by po tom mostě měla chodit jako první. 参访过程中，韦德奇尤其对江景医开发的用伫7点钟内底检测出病毒的易开罐，也有17天内底用组装完成的呼吸器原型机真懊恼。韦德奇讲，希望未来继续甲江景医团队进行交流甲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海军陆战队伫7月初3汉光操演的时发生树林凌船并船的意外，造成2个官兵死亡，1个人受重伤。检方介入侦办，昨昏公布结果，表示讲无人为的疏失是意外，专案签结。海军陆战队7月初3的苏家船操演并船意外，检警专案小组经过将近2个月调查，初日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是大引擎了后才引起并船意外。操演迄天相关的作业甲搜救艇师并无疏失，也是延误，专案签结，无人应该为这个案件负刑事责任。2号艇的操舟手已经完成操舟训练，那同艇的成员也都有合格的签证，那全部的成员也都有穿着检验合格的救生衣，在事故发生后也没有延误搜救的情形，所以本件查无应负刑责之人。由当初国防部调查也认定意外主要原因是海上天气常常发生变化，加上调查结果无过失，未有顶出名单。国防部下晡积极回应，尊重调查的结果。2位殉职官兵但志严甲蔡朴有的排位，会在初3立中烈士。不尊重啊，朝鲜的一个调查。93不是只有他们，就是只要有因公或相关县市都会我们都会配合做入职的动作。他一个是就是在高雄市的嘛，一个是在云林。检方调查结果将公布，不过殉职官兵的家属表示也无接到通知。军方嘛足尽心敢帮忙啊啦。
调查报告无通知，毋过阮明仔载要去总理处，伊又叫阮要去纪律部，毋知讲咩我毋知。家属虽然真毋甘，但只用个离开，毋过生活也是爱继续过落去。而即个意外中重伤的中士阿马勒，即阵也伫咧插管治疗。官方表示会继续关心阿马勒状况，提供家属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东有一个社会处的稽查人员去当地顾红叶仔的托婴中心做稽查，要入去进前有磅体温是磅到38°C，算发烧。啊，毋过因硬要入去了后，阁有咧摸囡仔，即马是引起家长的抗议。托婴中心嘛表示讲，甲单已经有4个红叶仔发烧，一个去大院，拢是感冒的症头。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2个社会处的女性稽查员前往托婴中心来查核，啊，毋过其中一个穿白色长啊衫的稽查员，伫门口磅体温的时阵，温度是要到38.4度，煞辩解讲是天气受热，体温才称悬，小连续磅3摆，但是伊的体温嘛拢是超过38度。哇，这么高吗？对，你会上下嘞，很热吧？很热啊！这个稽查员无过体温超过38度，也是进入托婴中心4个检查所叮当物件，而且佫抱婴仔来斗3工饲龄，总共点2点钟才结束稽查。结果加2工啊，一个囡仔发烧带医观察，而且这个代志发生了后已经要2礼拜，到目前总共有4个发烧，4个温度较悬，一个带院。家长走来问托婴中心，才知影稽查员违反防疫规定，去甲写检举批去予台东县政府。我们第一时间也跟园方进行道歉哦，在内部我们也进行了检讨，那务必改善这样的情形。负责人指出，除非这个稽查人员佮偷偷敲电话给囡仔家长，讲托婴中心因为违反人员配比，会去用记点处罚，会去影响到每个月6000块的公托补助。佮暗示家长会当甲囡仔转去其他的所在，而且嘛要求家长袂当讲是伊讲的，啊毋过讲话内容全部拢去互家长录音起来。他打电话通知家长说，中心违规被记点，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前面有通知处长他的额温偏高的状况，导致他被骂。台东社会处证实，这个稽查员是有骗过的社工，确实无照规定来做代志，明显有不当的所在。第一时间已经向园方来回斥的，而且进行内部的检讨。在个调查结果出来了后，会对伊进行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啊，若受社会关心的案件，高雄14岁的少女失踪3天，家在有找回来。即马细路的嫌犯因为涉嫌刑法的虐幼罪，也有妨碍自由罪，即马互送法办。检方认为伊有可能会逃亡，所以申请羁押。高雄地方法院即马嘛裁定收押禁见。有啦，有一个啦。交开天棚的时阵，将找到失踪3天的少女。警方伫天棚顶面的暗房抓到有关少女的4路的主嫌，也伫暗房内底发现13克的4级毒品阿普是他。这主嫌佫加了一条毒品罪。罗鲁网3险我们是依刑法的虐幼罪，还有妨碍自由罪。以及毒品罪来移送。在车上回来的路程上也没有责怪他，就跟平常时一样，回来家里成员都是保持的很平静，当作没什么事发生，就是反而还更开心。少女平安互救出来，家属将有放心吗？不过警察一开始去查点互这个机关骗去，因为这4路的主嫌是嫌创这少女的房间是经过挑工设计夹层的暗房，外观上看不出来。而新竹县干部处使用管理科科长是讲，暗房属违章建筑，会依照规定查报，并且优先处理。密室的部分经过我们查证它是在竹东镇的一栋透天住宅顶楼它有加盖违章建筑。那我们这个违建我们会立即请竹东镇公所依规去查报。对这类未成年被诱拐案件，李浩联明指出，警政署105年甲民册签订安保警报，应就由民册动态消息发布来找失踪儿童。也毋过规定是要未满18岁儿童少年失踪，必须符合抓人卡油；未满7岁儿童是要互警方找24小时无找到，并且形成重大刑案这相关要件。所以4年来拢捌用过这个警报。安保警报的通报要件必须要松绑从所谓的绑架勒索扩大到只要儿少遭到诱拐，但也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我们就可以来发布这样的一个协寻的警报。李浩联明希望警政署放宽甲社群媒体安保警报机制，互未来发生相关案件应加速找人。警政署是回应要甲民册来研究是不是放宽标准。记者综合报道。
昨是旧历7月半，就是中原伫云林虎尾中原普渡下晡1点开始，规个虎尾有分7个普渡区，而且庙圃甲街仔圃做伙举办闹热滚滚，竞品有5000道，有影真诚心。拜道顶悬的龙看起来冷冷，这挂拢是用彩色瓜子刻出来的。另外一边，阁有几啊尊结合高调甲巧克力豆的形象，互民众一直摕手机出来翕相。我也在录影啊，很厉害，很厉害。那个巧克力的雕像，咱伫咧铺刷呢，要画互咱所有民众，大家来食平安啦。另外一个区域是以传统的夹肉线的方式，每一个拜道顶悬是放砖猪，算算的就超过50只，有民众摕贡品文旦来挂嘴安。今年拄到疫情，除了表达对好兄弟的诚心，嘛是爱宣导防疫。这个口罩是听说还要烧给好兄弟。没错。为什么？就是要让好兄弟跟我们一起防疫一下。含家人的中元节，宜兰头城的手鼓做伙来做全台湾中元三大祭典的虎尾中元节，下晡1点开始，除了甲传统结合在地特色，嘛分做7大普渡区，分别是2位的庙圃，还佫有5位的街仔圃，各区有无同的特色。团讲昨年由点头搭举办市仔圃，落尾对人口增加，到头甲店家原本有家己祭拜的方式，落尾统一伫咧中元节这天，做伙来举办街仔圃这个活动。咱就是一直传承来到即阵，就是以过去咱的前辈因所分出来区域，咱就怎以安尼落加号名安尼。每一区吼过去拢有足侪因传统的一个文化，甲过去因的特色拢共款搁甲揪出来，共款继续落互因举办遐个特色的展览。虎尾店长表示，这项传统已经真久啊，除了表示诚心，嘛要透过无同的特色来表现虎尾多元族群结合的背景，嘛才做当年地方的大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旧历7月普渡拜拜，金沙工厂赶工发生污染，这是台中有排水沟，互民众检举讲，即马规条沟仔拢红记记。环保局到现场去看，发现讲是金沙工厂的染色的原料就走出来啊，所以即马要开罚单。稽查人员到金沙工厂要求即时停工，详细往工厂后壁面甲看，机械四周边拢是红色的染料，甚至佮一到边仔排水沟造成污染。后壁全流水啦，系啊，你哪唔知影？到处一后壁，我哋后壁看到咧，系啊，一后壁位顶后壁规个拢红的水啊。哦。外口的排水沟规条拢互染甲红，查落到地才知源头就是金沙工厂咧头排，这是当地主要的排水管道民权中排。在地居民在9月初1发现规条水沟水变红，赶紧通报环保局。业者自称毋是故意头排，也红色的染料也是食品级的，无毒性。这当着就需要绝对是苗是苗是做种吼，去叮当着，佫是共买规厂来，是讲做食品的，迄无毒。业者表示，怀疑是染料桶的开关故障才会漏泄。稽查人员现场采样，要检验染料当中有重金属的成分。环保局表明，若确实是重大污染，会照水污防治法来处分。现场除了要求业者要立即那个抽除改善以外那针对那个水体污染的部分我们后续会来研议采最重加重来处分。环保局怀疑，该是最近金纸的需求大增加，工厂赶工一时无注意，初步判定这回漏泄的染料有250入。虽然业者无违规记录，不过这回污染的范围收宽，要求业者得赶紧清除，而且罚60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上头来看，咱在台湾即马敢若剩台南善化咸水，也佫有云林北港有牛墟，其中善化牛墟是上大的，而且有100年的历史。即马是因为土地租约的问题，可能会无所在通用啊。民意代表协调相关单位去会勘，希望找一个新的所在。逐个月若变到初2、初5、初8，善化牛墟来踅街的人是定定。市场内底毋但有卖食的，甚至还佫有卖五金等等的民生物资。这历史超过100年，卖属是早期户外的百货公司。不过最近却面临着土地契约的问题，未来恐惊会出现无所在通用的危机。总嘛有一个感情，人客有当时会找无。咱看头家经营，咱对你行，咱做生意人是为着一个饭碗尔。牛墟已经移了很多次了，对啊，反正我们移到哪里就会带动旁边的，所以我们不会担心啊。这也是一个地方特色啊。较实啊，
系啊，因为这嘛等于一个菜市仔啊。神华牛墟上早是伫1821年设伫即卖神华区南管里迄块地啊，经过几啊届的清刷，2003年搬来即卖遮。早期是专门卖牛的所在，不过经过时间的变迁，即卖已经无咧卖牛。咱若即卖若找无适合的所在，即个成百年的传统可能就会安尼消失。咱汤厂嘛是讲配合讲这地方这个文化袂使去学无去啦。哦，啊，阮经营者，阮嘛是讲希望讲这个文化莫讲来断伫阮的手啦。哦，所以阮才安尼做安尼个啊。他们业者跟台糖那边可以取得共识，可以取得租约的话，那我们可以依照台湾管理处的条例来辅导他们来合法设立啊。透过明代走总会勘，目前协调台糖提供一块2.3公顷的公共设施保留地，暂时提供予牛墟来使用。后续会阁透过台南市府都发局、甲经发局的协助，尽力辅导因会当加做合法的市场，嘛希望把这个比夜市啊搁较早的古早市场保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掠散肉食量上济国家，即马是散肉的时季，严格甲打只掠到过去用过1成。学者是表示讲，今年日本嘛是同款掠无鱼，全球气候变化，因为安尼海洋资源影响恐惊会愈来愈大。8月底，龙顺发1号渔船，搁伫个前定渔港还未出海。因过这时阵，渔船早就出港去公海掠散肉，不过船长已经听人讲，今年的鱼啊真恶劣。不好。怎么说？这一个晚上有的打不到，没有下网的没有下网，还有下网的100-200箱，几十箱而已。那这跟以往好的时候比较的话，以往好的时候会是怎么样？以往好的话，有时候一网都5000箱都有啊。如果在那巴那边的话，其实香美是咱早到釜山3港。唔若烦恼掠无鱼，船长嘛会担心海顶拄好做风台，决定延后出海的日期。出发进前嘛爱先拜拜，祈求会当大船入港。不过别只渔船大概6月就已经出海，目前台湾已经有80多只的船伫日本附近的公海作业掠散肉，到当也无船啊转来落货。海头就是差不多国历的6月份、7月份会出一波，了个一段时间鱼也较少，但无像今年鱼也含一尾个无啊，这是足少当地的情形。因为今年也无船啊载鱼先转来，实际来到业者的仓库，干那剩这几箱旧年的散肉，市面已经无鱼通食。业者暗算今年一定会起价。加在散肉的大尾是中秋节前后，一直到11月。业者希望后期的量会当弥补不足。其实日本今年散肉的量同款真惨，只有英国的1/8。学者认为，甲这几冬海洋的环境改变有真大的关系。清朝的这封面的这变动，吼，含这清朝的这支流，吼，有出现这软水区，吼，这情形还出现，吼，影响到这树德鱼，吼，南下洄游的这情形。这2-3年这个鱼这样子吼，以我的经验来讲，差太多，这越抓越没有了。船长讲，即马日本的渔船嘛会行来公海对台湾的渔船掠鱼，全球的气候变化影响海洋资源，若是无管制掠鱼，未来散肉减量恐惊会是趋势。记者陈家军、赖维泽高雄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南投埔里甲鱼池中央的联络道路，伫2017年时，对山顶落一粒大石头落来，跌到一台轿车，造成驾驶人死亡。家属即马提出国赔，1审、2审的时，拢判讲南投县政府爱赔家属859万。南投县政府是表示讲，这款判决，互对有真侪山的南投来讲，压力实在有够大。2017年11月，4区的查某人开车经过南投县埔里镇131县道，不幸落落来大石头撞到，最后死亡。死者的大官是南投民间乡民代表会代表，北向县府提案，要求强化这条段路的安全，也未等到结果就发生这个悲剧。家属认为南投县府管理疏失，提出国赔。经过3年时间，9月初2，最高法院驳回南投县政府上诉。家属知影了后表示安慰。不是这个政府应该有的那一种态度啦，因为我们要争的只是一个公道啊。这个国赔案1、2审拢认定南投县政府管理道路不当，事后防护有形设施，证明当初是有能力处理，却是无处理。判决应该赔偿总共859万外块。
南投县政府上诉最高法院，无具体指出二审判决有任何违背法令的理由。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无合法，裁定驳回，专案确定。南投县政府表示，这款的判决对坐山的南投县来讲是一个沉重的压力。当然，对我们山地乡比较多的县份压力特别大了。那我们发现你要去追究他的责任，怎么追究？南投县政府表示，落石发生的所在是林务局管辖，落入所在是南投县道，山区道路管理甲维护本来款照就难以分明。事后也争取3000万加强这路段设防护网，成功甲大型落来石头改炸起，同时甲设监视器进行遍布落石的监视，希望甲威胁降到上少。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的内湖运动中心顶礼拜是发生有人伫室内爬山壁做运动练习的时，无细意摔落来，嘛不幸死亡。因为这款运动这几年伫咱台湾是真时行真兴，除了设备爱安全，即马高人嘛讲应该爱有教练伫身躯边，才有保障。准备攀登。伫咧身躯绑安全绳啊，以2个82架来连接绳啊，甲吊带。就算攀岩的资历已经有16年，台湾第一个攀岩国手李红莹，每一届拢真谨慎。开始攀登。教练协助确认有安全环境甲装置，佮加上有够强的顶半身的肌力、身体协调甲筋真软。李红莹就若像地图人共款，真紧就爬起哩顶悬。所甲协会讲，上攀有关度嘛有难度，毋过最近这几年是愈来愈侪人来试，尤其是以女性较侪。大部分来讲，你失败的比例会很高，但是你完成的时候成就感会特别大。再厉害的高手都要养成经常检查自己装备有没有问题，然后也要信任别人帮你检查。李红艳讲，真欢喜看到更较侪人加入室内攀岩的活动，毋过千万唔通袂记哩安全上重要。若是家己，保证是为着当届奥运的参赛资格伫打拼。首先就是先把原有的运动伤害先做一个比较积极治疗的处理，然后现在接下来就是提升。最大肌力的阶段，那我现在主项还是会先顺序会是放在抱石项目，然后再来是速度赛的项目，然后再来是先锋赛的项目。2018年雅加达亚运，李红艳无团队的协助，靠家己的训练，落尾拼入去6强的决赛。即马技术是更较熟，更加上奥运延1年，希望11月份预定伫咧中国厦门的亚锦赛，会当打败中国甲韩国的选手，搁替台湾伫即个运动创造无共的里程碑。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正新鲜来看，以色列有2个才18岁的考古技工，最近伫西部一个社区发现400外的金币，这金币历史拢有1000年以上。专家是表示讲，这批纯金拍的金币，伫古早迄个时阵，一个有可能就会当买到1只马，啊，若有400个，可能买楼仔厝拢无问题。用毛驴啊轻声细腻，甲顶头的土山免掉。唔通看这款动身啊无点，因拢有超过1000年历史。The gold hoard is dated to about 1200 years ago, mostly from the Abbasid dynasty. 伊斯兰世界阿巴斯王朝伫9世纪的时阵，控制滚东甲北非大部分地区，国力正强。这款金币拢装伫土甕仔内面，有425粒，是以色列境内上大古币库，每一粒无到2磅，拢是纯金的，也有270个切做蓝山的金币碎片。The unique thing about this gold hoard is actually that it shows us a lot about international commerce of that time period in the area, which was on the rise. And prospering, as opposed to the commerce in Europe at the time, where the use of gold actually started dwindling. 考古学家讲，第一个人迄当阵无个体再现金币才伫土家保存1000年，因为价值是偌济，估计迄当阵一个金币差不多价值1000个青铜币。It's difficult to know what the value was, what you could buy with it. It's possible that one gold coin could buy some sort of farm animal, a cow or a horse. 古币学者讲，这么多金币伫迄当阵的大城市，会当买一栋高级厝，会当学着这座金货。主要功劳是2位迄当阵伫咧做考古技工的18岁少年。חפרנו לאורך הריבוע ברצועות, ואז כשפיניתי את האדמה עם טוריה, אז ראיתי דברים שנראים כמו עלים, שבאתי לפנות אותם, ואז אמרתי שאולי זה בעצם מטבעות, אז התכופפתי להסתכל. בהתחלה מצאתי בערך 3, וכשהרמתי אותם ראיתי שהיו עוד מתחתיהם. ואז בשלב הזה כבר קראתי
לארכיאולוגית בעצם. 小可坚持促成这项大发现，也好学界会当接触到这座历史的宝库。记者综合报道。对于年初甲当武汉肺炎的疫情滚价，真侪人拢关伫厝内。到时间上好的办法就是拍电动。至于日本两间大间的电动公司，索尼甲任天堂拢趁甲变过。何もないから何でもできる。任天堂スイッチ。集まれ動物の森。今年3月底，武汉肺炎疫情严重的时阵，开始卖游戏软体，动物新优惠，到6月底，全世界卖2240万套。这么好的成绩，让任天堂游戏软体业者4月到6月这段期间增加至5000万套以上，是去年同期的2.23倍。因为伊是 Switch 专业的游戏，所以 Switch 年底销售量到568万台，比去年同期增加166%。动物新优惠全世界流行，连泛轮铁诺这寡较有名的时尚品牌，拢采因合作，把家己的时尚元素放入去游戏内面。因为疫情业绩并非毋那是任天堂，另外一间电玩大厂 Sony， 伊的 PlayStation 第4代主机已经卖几落年啊，卖了真好。和 Sony 对伫个年底圣诞节当期真正要推出的 PS5 更较有信心。另外，被注意的是推出恶灵古堡系列的 Capcom。Capcom 1999年推出《恶灵古堡3：终极拍图》，迄当阵卖350万套。今年推出的复刻版同款起因注意，也带动其他游戏软体销售量到920万套，是去年同期的2.1倍。虽然无法度甲索尼、任天堂的3位数比，不过表现也袂歹。虽然受疫情影响，销售正昂，不过供应链是面临着无确定性的风险。虽然日本政府宣布解除紧急状态，互生产线暂时当应付需求，不过伫疫情起起落落，顶游厂商的零组件供应随时有可能停落，是电玩业者业绩有昂背后的隐忧。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巴西亚马逊雨林大火引起全世界的关心。当地政府即马是宣布绿色巴西计划，讲因要派军队去保护雨林。也毋过，美联社即马是报讲，军方对乌白错菜人根本就激放放目，有看的当作无看的，根本是赤鬼拆药单。规片雨林被烧甲乌草大，抑搁伫咧呛烟。今年巴西因为疫情，不法业者趁机会大量错查，亚马逊雨林危机愈来愈严重。根据巴西国家太空总署的卫星相片资料，敢若今年5月亚马逊雨林消失的面积就到829平方公里，到6月大火数日也创13年的新高。迄当阵巴西政府有好提出绿色巴西的计划。派军队协助保护雨林，不过美联社调查发现，军方执法无彻底，不法业者被处理了，外头佫开始错手啊。E a destruição ela não tem dado um resultado. Se o IBAMA for analisar toda a destruição que houve nesse tempo, rapidamente eles voltam a trabalhar na mesma terra, aquela que aconteceu agora que os Salles. 巴西雨林环保官员讲，目前针对亚马逊雨林的调查行动，伫军方主导下已经停落。不法犯罪者的罚款被减半，相关的起诉行动也刷去。军方对不法业者铺桥造路方便做到相关货品也当作无看的。专家担心，所谓的绿色巴西计划，未来恐也会互亚马逊雨林行向不归路。We already know the accelerated destruction of the Amazon, the world's largest rainforest, is pushing it towards a tipping point, where it might no longer be able to recover, and it will stop working as the essential carbon sink we know,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in the long term. 有统计显示，到今年7月为止，12个月内，亚马逊雨林树仔被错的比率比去年同期增加34.5%，规个雨林面积已经消失17%。照这个速度，未来15到30年会到临界点。到时雨林的雨水会慢慢大，无法度维系本身的需求，会有2/3的面积的树仔会死去，当地丰富雨林生态会受威胁。地球的气也无法度搁发挥调节气候变迁的功能。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明仔，咱台湾受低压的影响，各地天气拢无啥稳定，有的所在会落大雨。气象局已经针对桃园、新竹县甲新竹市发布大雨特报。那今仔日因为落雨的关系，温度嘛较降一寡，高温只有32度到34度。来关心各地头详细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乡亲顺心，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最近主任足无闲，爱传足济物件要去拜拜。咱今仔日要讲的是台湾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普渡。普渡汉字写作普渡，罗马字写作普奥普。多乌多，普第2条，渡第7条。普渡是一款祭拜鬼魂的民俗，有鬼月普渡加造就普渡。咱今仔日要绍介的是鬼月普渡。在台湾，一般的人认为7月时会开鬼门，所有的孤魂野鬼拢会伫即阵放出来，爱传敬米，甲因拜拜。化解因的怨气，才袂伫人间难散来。这就是鬼月普渡。中原就是旧历的7月15，嘛会讲7月半。即天差不多，逐个所在拢会举办中原普渡，有公普甲私普两款。公普就是庙普，咱讲拜7月半，伫庙举办。私普除了同业，同家就是家庭伫门口拜拜，叫做拜门口。拜拜的时，逐项敬米拢爱插一筒香，拜煞烧银纸，烧经衣，和好兄弟有食，搁有掠。通常拜好兄弟会伫暗道下骹放新的面盆底清水，边放煞文、面布。起面、起锅、热和好兄弟洗肠。7月时人讲有一寡代志唔通做，亲像唔通走去耍水。听讲水鬼伫7月会掠交替。台湾的海边常在有暗流，就爱洗哩哦。搁有唔通考试听讲考试会甲好兄弟考来。安尼，因就会来找你嘿。讲到中原普渡，我想到一句俗语：7月半鸭，唔知死活。这句俗语是咧形容人憨憨、酷酷，像7月半的鸭同款，唔知代志大条溜普渡敬米，7月半中原考试7月半鸭，唔知死活。其实咱若存好心，甲好兄弟互相尊重，7月时慢免伤紧张啦。
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